罗马书11章第1节到第5节。安尼，我要问：上帝减有放杀伊的子民？绝对无。我本身嘛是以色列人，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属便雅悯之族。上帝毋捌放杀伊早就拣选的子民。恁敢毋知圣经有记载，以利亚对上帝控告以色列人讲：主啊，因杀死你的先知，拆毁你的祭坛，只有剩我一人，因嘛咧孝想我的性命。毋过，上帝安怎应答？伊讲：我有为着家己留7000个毋捌跪拜巴力的人。现今即个时的情形嘛是安尼，上帝有留用恩典竞选的少数人。